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嚟到深圳嘅永湖站，同大家介紹一個總價68萬、精裝修、民水民電、70年產權、有露台、通天然氣嘅公寓產品。OK， 公寓咧佢就係星河盛景3期啊，咁佢咧自帶44萬尺嘅商場，係啦 Coco City。咁而家咧入去售樓部同大家詳細介紹下先。OK， 咁而家咧入去售樓部同大家介紹下星河盛景3期嘅區域位置先。嗱，首先講交通。3期佢旁邊咧就係永湖站，1公里咧就係坳背站啦，14號地鐵線。坳背站嘅話咧，你可以搭翻地鐵啦，去到江夏北轉乘咧10號地鐵線，45分鐘咧就可以去到福田口岸噶啦。咁如果我哋永湖站嘅話，永湖站咧就3號地鐵線，然後轉乘咧1號地鐵線咧就可以去到羅湖站噶啦。咁啊49分鐘嘅時間，咁啊去福田同埋去羅湖咧都係1小時之內，非常之方便嘅。OK。配套咧就分別有佢嘅1期樓下嘅 Coco City 啦，係啦，呢個大型商場已經招緊商㗎啦，係啦，咁啊向南嘅話咧，我哋有個天虹商場，係啦，咁啊呢個大約1.6公里左右。我哋項目樓下咧都有7000平方嘅商業㗎喎。OK， 學校嘅話咧，佢旁邊咧就有呢個小學同埋中學9年一貫嘅學校，2公里去到龍崗第3人民醫院，呢個3甲級醫院嚟嘅，亦都有深圳嘅寶興醫院。同埋北京中醫院、大學深圳醫院係啦，呢3間咧都係我哋嘅醫療配套嚟嘅。OK， 咁而家睇睇項目究竟賣緊啲咩先。OK， 咁而家咧我哋睇下項目佢嘅沙盤先啊。售樓部咧就係呢個位置嚇，3期咧佢分別有住宅同埋有公寓產品嘅。OK， 嗱呢邊1棟2單元、2棟1同埋1棟1咧就係住宅，就收晒樓㗎啦，係啦。而家今日咧都仲喺度收樓。住宅項目咧分別仲有4棟賣緊嘅，一陣間咧同大家講。而家咧首先講我哋最主要推售嘅就係佢嘅公寓產品。呢個咧就係公寓嘅1樓大堂，2樓咧就係將來一個飯會所。OK， 在售當中咧就係3樓到13樓嘅商務公寓，70年產權，民水民電，有露台，通天然氣，明火煮食嘅。OK， 咁而3樓到31樓咧就係佢寫字樓嚟嘅。OK。第一大堂係分開㗎。OK， 咁我哋睇一睇個方向啦，係啦，呢一個咧，我哋朝呢個方向就係西南方向。咁對面望翻去住宅嘅話咧，就係東北方向嚟嘅，西南同埋東北最主要呢2個方向。戶型咧分別有40平方嘅1房單位，63平方每一層咧4間4個角落頭嘅2房單位，同埋66平方一層咧得2間嘅端頭。OK， 咁啊精裝修交付嘅呢一度係啦，管理費咧就係5蚊1個平方嗱。住宅嘅話，頭先同大家講咗啦，呢4棟咧都係在售嘅，係啦。住宅嘅價錢咧就係35000蚊1個平方，平均價94平方嘅話咧297萬起，咁最大咧有144方嘅，都係精裝修。住宅咧就係2027年6月份，遲半年咧就收樓㗎啦。OK， 咁而家咧我哋上去實體樓同大家睇示範單位先。咁而家喺我身後咧，呢個就係我哋星河盛景第3期公寓嘅大堂啦。咁佢入門口咧，就一個好寬闊嘅大堂，亦都樓底好高啦。呢邊咧佢係3梯26戶嘅，係啦。OK， 咁我哋呢個電梯咧只係上到去我哋公寓嘅13樓嘅啫。係啦，再上面咧佢辦公樓層咧呢邊嘅電梯係上唔到去㗎啦。咁而家上去同大家睇示範單位先。OK， 咁而家咧上到去13樓咧同大家睇示範單位。首先睇呢一個咧就係40平方嘅單位嚟嘅。OK。咁啊精裝交樓啦，咁啊示範單位呢一度咧，佢做咗少少改動嘅，咁有咩唔同咧？會同大家講。嗱，首先入門咧，我哋有個電子密碼鎖啦。OK， 跟住咧呢一個空間咧就係佢嘅客飯廳嘅位置啦。頭先咧實尺去度咗㗎啦，呢個開間咧就有2.3米嘅開間，係啦，咁大家可以擺個鞋櫃、擺梳化，跟住旁邊咧好似示範單位咁咧，做一啲嘅儲物嘅空間，雪櫃擺呢個位置都 OK 嘅。咁我哋再向前行咧，首先睇佢嘅洗手間先。係啦，喺呢個位置行入嚟咧，佢有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洗手盤同埋鏡櫃咧就擺出邊係有嘅。OK， 跟住裏邊咧佢會有坐廁啦，同埋淋浴區。咁而佢旁邊呢一個位置咧，佢都會有一啲壁坑啊擺喺度，大家咧可以咧擺一啲沐浴露啊、洗頭水啊咁擺呢個位置，但係就唔係呢隻顏色啊。佢一樣咧都會有呢個位置嘅。OK， 咁我哋咧首先睇個廚房。嗱，廚房位呢一度咧收樓嘅時候咧，佢係有實心嘅牆嘅。OK， 門口咧就喺呢個位置開。OK， 呢個位置開門口。佢廚櫃上下廚櫃2排都係有嘅。抽油煙機、明火嘅煮食爐係啦，明火煮食爐都係有嘅。咁啊洗手盤咧一個大嘅星盤啦。再向前行咧就係佢嘅露台位啦。嗱，呢個露台位咧佢又預留咗空間俾你擺洗衣機。有來去水電
係啦，天然氣、熱水爐咧都係擺呢個位置嘅啦。OK， 咁大家咧就可以喺呢度洗完衫之後咧，就喺呢個位置度晾衫啦。OK， 咁啊再向前行就睇翻佢嘅睡眠區啦。OK， 咁呢度係幅牆啦，其實呢個設計幾好嘅，佢將幅牆拆咗，變咗一個半開放式，多咗張個書台咁樣，係啦。咁啊交樓嘅時候冇呢個書台啦，冇櫃嘅，冇床嘅。OK， 大家咧到時做翻少隻裝修。啊呢邊咧佢咧就做咗一排嘅衣櫃，係啦，咁啊做好大嘅儲物嘅空間啦，係啦。OK。咁啊，再向前行咧，佢就係擺咗張雙人嘅床啊，嚇咁啊，交啦冇呢個床，到時大家就設計翻啦。呢個方向咧係朝南嘅方向嚟嘅。我哋喺廚房嘅露台嗰度睇一睇朝南嘅方向嘅景觀啊，因為呢度有窗簾啊嘛。OK， 朝南嘅方向景觀，我13蚊望出去咧係一個開揚嘅景觀嚟嘅，係啦。OK， 好啦，咁最後咧同大家報下個價錢。OK， 咁40方呢個單位咧，佢係亦都咧係送一部冷氣嘅。係啦，咁同大家咧講個價錢先。40平方咧總價咧就係68萬。咁如果向南嘅話咧就70萬至到74萬。首期咧就係21萬，月供咧就係4780蚊。而家咧同大家睇一個63平方嘅兩房單位啊。OK， 呢個係戶型圖，戶型圖咧就冇間隔嘅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入到嚟門口咧，右手邊咧佢首先配一個鞋櫃。嗱，交樓嘅時候咧係冇呢個鞋櫃嘅。OK， 咁啊大家咧到時可以參考翻呢個設計啦。呢個位置咧屬於一個玄關嘅位置啦。咁旁邊咧就有擺雪櫃，亦都咧擺咗張凳俾大家換鞋嘅。OK， 咁過咗玄關位置啦，咁我哋咧會見到佢做咗一個開放式嘅設計，係啦。咁啊嗱，我哋首先咧就睇一睇個洗手間先。洗手間咧就係乾濕分離嘅。OK， 洗手盤同埋鏡櫃啦就擺咗喺出邊，裏邊咧就係坐廁位啦，同埋淋浴間嘅位置。旁邊咧亦都有個壁坑嘅位置俾翻大家嘅。OK， 咁對面嘅位置咧就係佢嘅廚房啦。廚房交樓嘅時候咧，佢會有個實心嘅牆喺度，咁就可以做一個明火煮食。門口就係我哋呢邊個位置度開嘅。入去個廚房位置 ，OK， 咁上下兩排嘅廚櫃係有嘅。廚房嘅抽油煙機啦、煮食爐啦，同埋一個大單槽嘅星盤。啊，旁邊咧就係佢嘅露台位置啦。OK， 咁我哋睇睇個露台。露台咧佢就擺熱水爐，熱水爐係送嘅，同埋一個天然氣嘅錶。OK， 咁亦都咧係擺洗機喺呢度噶啦，咁大家可以喺呢度晾衫。OK， 咁啊睇翻裏邊啊客飯廳嘅設計，睇一睇佢嘅客飯廳。嗱，我覺得佢半開放式呢個設計做得幾好嘅，做完出嚟咧個空間咁更加大。OK， 客廳嘅位置咧，大家可以擺翻張梳化，對面咧就擺電視啦。咁我哋咧望翻出去呢邊係一邊向南嘅景觀嚟嘅。OK， 係啦，咁我哋睇完客飯廳之後咧，就睇佢兩間房啦。首先睇一間細嘅客房先。細嘅客房咧，佢設計咧就擺一張雙人床啦，跟住咧旁邊就做張書台，係啦。咁啊亦都咧係會送部冷氣嘅。總共咧兩房嘅話係送3部冷氣，每間房都有1部冷氣嘅。OK， 跟住旁邊咧就係佢嘅主人房啦，係啦。呢間主人房咧，佢咧就擺咗張雙人床。OK， 咁佢冇擺上去窗台咯喎。咁啊擺咗張雙人床之後咧，佢有兩邊窗嘅一個景觀。咁呢間房咧會更加之通風。咁啊，旁邊咧就係擺衣櫃啦。咁我哋睇一睇佢 ，OK， 佢兩邊窗咧可以做個對流啦，採光都相當之好。咁我哋睇一睇個窗啦，雙層嘅中空玻璃。咁咧佢每一個窗咧，佢有一個內置嘅百葉簾啊，係啦，每一格窗包括咧中間呢個位置咧都有內置百葉簾送俾大家嘅。OK， 咁而家咧同大家報一報個價錢先。63平嘅兩房總價咧就係125萬。OK， 首期咧就係38萬，月供咧就係8850蚊。OK， 咁除咗63之外啦，仲有一個66平方嘅兩房單位，一層咧得2間啫。佢而家呢個示範單位咧就未開嘅，咁將會喺今個月20號開，咁到時咧再同大家去介紹。嗱，呢個66方嘅兩房啦，佢嘅客廳咧係冇窗，係一個暗廳嘅設計嚟嘅。OK， 咁到時咧再同大家過嚟跟進下。OK， 咁啱啱咧就同大家去睇完實體樓嘅示範單位啦，而家咧做總結先。嗱，星河盛景3期呢個項目咧，佢伙數咧就唔多嘅，全部咧即係得280伙嘅啫，係啦。咁啊70年嘅產權，民水民電，通天然氣，有露台嚇，樓下有商場，有 Coco City 係啦，亦都近地鐵站永湖站嘅，工作機會咧非常之多呢一邊。OK， 無論你自己住又好，因為配套齊啊嘛，係啦，或者收租咧工作機會多，呢個項目咧都係相當之優質，亦都咧帶精裝修準現樓嚟嘅。OK， 咁如果想嚟實地睇樓，或者想攞更加多嘅資料咧，可以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熒光幕上面嘅電話嚇，亦都可以嚟到我哋香港嘅展銷廳荃灣南豐中心喎。
係啦，咁有陣時我會出咗去做嘢嘅，大家想揾我咧，可以打電話或者 WhatsApp 我約我先，同我哋成交咧，我哋會送翻3年嘅物業管理費，或者咧折現俾大家嘅。咁今集嘅內容咧去到呢一度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